咱再来看基隆的海边啊，早起就开始透风落雨，风影嘛是真大。也毋过伫市中心哦，天气是阁袂歹，夜市啊的店家哦有真侪嘛拢出来摆摊，有不少民众哦嘛叹讲风雨无介大，出门去买物件。 记者今仔伫咧基隆市海边，基隆市为早时开始，即个雨就一阵啊一阵，因若受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咧，基隆市有时阵会开始落大水雨。亲像即摆嘛会使看到海水一直拍伫咧肉粽甲顶悬，会使讲是风影真大。基隆海边不时有大雨，风车也予大风吹甲风真紧，天气真无稳定。临海的车路阁有小可积水。不过行到基隆市区的庙口夜市，天气有较稳定，无啥雨水。 有头客要是出来摆摊，但是真烦恼，因为风雨人客袂来。哎呀，爱钱啊！啊，今迄料刚才传较少，料差不多传几成？好一半呢。就惊无人客的料，唔敢传伤济。不过也有大头认为，拜三早时风雨无大，生意可能袂歹。现场也确实有一寡民众出门买物件食。因为我本身就住在基隆啊。 但我因为今天没有风雨，想说出来这样比较方便啊，简单吃一下这样。因为我早上看没什么风，没有什么风雨啊，因为还出太阳。台风天生意会更好。为什么？重点没地方吃啊。虽然拜三早时天气袂歹，不过也唔通大意，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，北部地区拜四风雨就会真明显。不少民众趁今仔日先甲物资传福边。 业者也暗算暗时会开始做防台准备，预防灾害。记者林卓凯基隆报道。